秋裤。罗姆加钢珠。哎呀笨，果然挺抗造啊。他不会答应吧？这个创意我喜欢。珊珊好像高兴了。我这车你给改的？当然。您是亲手改的？必须的。哎呀我去，够费劲的。完了，好像是要答应我。喜欢吗？你还真是一个挺有想象力的人，戒指挺有意思，车也改得挺有意思。谁他妈让你碰我车的啊？你不知道我这车就跟我的人一样吗？这胳膊腿都全是原装的。我他妈卸你这胳膊你舒服吗？明儿我他妈卸你这腿你舒服吗？你说啊？要不然真把你身上哪个东西卸下来，咱俩换换。啊？这你用不上啊！谁说的？你不会用，我不会用。会比我会用，比我用的好。哥们儿，你也别怪我暴力。我最讨厌别人不跟我打招呼就随便碰我的东西。你的求婚挺有创意的，可我没法接受。谢谢啊。1天之内把车给我改回来。漂亮，恭喜你。蜡烛灭了！出息劲儿的，别老一惊一乍的行吗？不就灭根蜡烛吗？看把你给吓的，真没出息！别自己吓自己，不就风大点吗？你吓我一跳。谁挑的这个日子，非要今天来？这不都大家说好的吗？你当笔仙跟你一样呢？啊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笔仙那是有时辰的，马上就要到12点了，时间马上就到了，别说话，大家现在一起闭上眼睛，闭眼睛，闭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笔仙一旦起来了，必须得给送走。要是送不走的话，事儿就大了。走走走。你们4干嘛呢？哎呦，这怎么了？这个吓死我们了！杨大文，你看你不会交杯，你不会打电话，吓死我们了！我打电话了呀，你一直打着呢。你今天一说请我吃饭吧，我这心里突突突的老跳。
我不知道你这是不是什么鸿门宴啊？切，哼，你有自虐妄想症吧？什么鸿门宴啊？我是为了感谢你治好了我的闪闪079，所以特意犒劳你的。哦，因为这事儿哈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早知道是因为这事儿的话，我中午饭我就不吃了，晚上我大吃一顿。你怎么这么鸡贼呀？这不都是跟你学的吗？我怎么鸡贼了？上次你看啊，我请你吃饭的时候，是不是中午没吃饭吧？啊，吃了我那么多，吃了我多少钱啊？是啊，是。老板娘，上菜。你发春啊你！我发什么春？你闲没事一直在傻笑什么呢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真觉得博士挺好的，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你们俩特别有夫妻相？滚！我警告你啊，我跟博士那就是同事，我们两个呢正好今天都没事儿，所以一起吃个便饭聊聊天。你不要东想西想的。哦，聊天啊，都聊什么了呀？从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，我靠，这些你也不会吧？对，我跟你说句实话啊，千万不要浪费了你的大好青春，用真人取代按摩棒。我就是你的按摩棒。你说你怎么不打个招呼你就跑过来了？我打招呼来吗？你听我说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人家这电视里都说了，说这家里有老人不回家看，就算是犯罪。我知道。到了岁数不结婚生子是属于罪上加罪。你怎么又提这事儿？怎么不能提这事儿啊？你工作忙，谁没工作呀？谁没工作呀？啊，我这次我特意来这一趟，就是为了防止你罪上加罪。你等会儿这，你介绍个姑娘，你给妈你们，你这小文。哎，阿姨，你甭不好意思，小文，你仔细看看这我儿子，我跟你说吧，就是不爱说话，你这点不随我，一心扑在工作上。你好好看看小文，你好好看看，什么不好意思啊？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双眼包皮，